歡迎收看2026年4月19日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伊朗短暫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後，隨即反悔，宣布再次關閉海峽，直至美國海軍封鎖解除。伊朗炮艇向水道船隻開火，瞄準多艘印度籍郵輪，引發印度強烈不滿，並傳召伊朗大使表達抗議。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最重要航運要塞之一，承載全球約1/5石油供應。美國海軍封鎖已經持續數週，係美伊衝突持續升級，全球能源市場密切注視局勢發展，各方擔心石油供應可能受到干擾，呢條重要航道隨時可能進一步升溫。特朗普總統警告伊朗唔好利用霍爾木茲海峽作為勒索手段。佢表示，美國海軍封鎖將會繼續實施，直至同德黑蘭達成全面協議。總統明確表示，伊朗唔准利用呢條重要航運通道謀取政治利益。呢場持續咗8個禮拜嘅美國伊朗衝突，繼續威脅全球能源流動，亦令石油市場人心惶惶。霍爾木茲海峽仍然係全球最重要嘅石油運輸瓶頸，每日有大約20%嘅全球石油供應經過呢度。國際能源交易員密切注視談判進展，因為呢個僵局暫時未有解決跡象。美國斡旋嘅以色列同黎巴嫩停火協議已經進入第2日，呢個為期10日嘅停火協議喺4月16號生效，目標係阻止以色列同黎巴嫩邊境一帶嘅致命軍事衝突。聯合國維和部隊話已經發現違規行為，包括武裝組織喺分隔大黃線以南活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就話，即使目前嘅戰事結束之後，以色列軍隊都會繼續留守喺黎巴嫩境內，令外界對呢個臨時停火協議嘅穩固性感到擔憂。轉到州府新聞，澳洲聯邦警察昆士蘭國家安全調查組拘控一名55歲布里斯班男子，涉嫌喺網上向聯邦國會議員同一位著名學者發出恐嚇信息。警方去咗男子位於朗科恩即布里斯班南面嘅一個郊區嘅住所進行搜查。被告已經喺法庭提堂，正式被起訴，面臨嚴重刑事審訊。佢排期喺2026年5月15號再次出庭。呢單案反映咗澳洲社會對政治人物同公眾人物遭受網上恐嚇嘅問題越嚟越關注。近嚟澳洲接連發生多宗針對民選官員同知名人士嘅網上威脅事件，社會各界都呼籲當局加強執法力度，保障公共安全同民主制度嘅正常運作。專家就指出，網上平台嘅匿名性質令到呢類惡意行為難以追查，但係執法部門都有能力透過科技手段鎖定涉案人士身份，並作出相應檢控。當局提醒市民，互聯網並非無法之地，任何喺網上發表恐嚇言論嘅行為都可能面臨法律制裁。警員喺布里斯本中央商務區拘捕咗20名示威者。此前有親巴勒斯坦示威活動，反對昆士蘭州嘅新仇恨言論法例，大約300人聚集，抗議禁止全球化起義同埋由河到海等口號。20人被捕，涉嫌展示或朗讀被禁言論，當中14人涉嫌展示標語，7人涉嫌朗讀被禁口號。新法例規定最高刑罰係監禁2年。喺警員到場拘捕之前，抗議活動大致和平。當局強調法例係為咗防止煽動暴力。一項大型搜救行動正在進行當中，目標是一名70多歲嘅男子。佢從嘉年華光彩號郵輪上墮海，事發時郵輪正喺布里斯本附近摩頓島東北方30至53公里海域航行。該男子似乎攀過船隻安全欄杆，於4月17號跳入海中。澳洲海上安全管理局正協調大規模空中與海上搜救行動，出動救援機、直升機同巡邏船。男子的家人喺佢被報稱失蹤後，已第一時間報警。救援團隊正密切監測該區天氣同海面情況。本地新聞：一名男子被落案起訴謀殺罪。4月19日，一名女子嘅遺體喺布里斯班被發現，事件震驚當地社區。被告今日提堂，法庭拒絕佢保釋，佢需要繼續還押候查。探員現正繼續調查案件嘅全部情況，但目前階段未見有其他嫌疑人物。警方呼籲任何人士如有相關資訊或者曾經目睹任何可疑情況，請立即與警方聯絡，提供資料協助調查。案件喺社區引起極大迴響，探員正日以繼夜咁追查，希望盡快查明事件嘅完整真相。2026年昆士蘭青年週今日閉幕，標誌着1連7日慶祝活動嘅結束，表彰全州青年嘅貢獻同成就。
今個星期舉辦咗數百項活動，展示青年嘅才華、創意同社區參與。州政府亦借此機會強調，決定動用20億澳元嘅住宅活化基金，用於發展昆士蘭各地嘅房屋基礎設施。布里斯班嘅麥克亞瑟博物館最近開放咗一個好有力量嘅新展覽，展出嘅係二戰期間太平洋戰役入面澳洲戰俘嘅經歷。呢個展覽展示咗澳洲軍人喺日本俘虜營入面忍受嘅惡劣環境，仲有唔少關於醫療方面嘅創意發明，以及被俘士兵嘅勇氣事蹟。展品包括一啲私人物品、書信同埋退役戰俘私人收藏嘅相片。博物館喺布里斯班市中心愛德華街201號8樓。呢個展覽得到布里斯班市政府支持，強烈建議參觀人士提前預約。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以下係 Brisbane 嘅天氣報告。天色大致明朗，25至27度，非常適合戶外活動。我哋聽日再見。如果鍾意我哋嘅頻道，請留言、分享同訂閱，多謝大家。